新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开始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进行7个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是总是等无同意，民众党有同意一个，就是台大国法所的教授刘静怡。不过刘静怡较早常常批评民进党，所以民进党团是进行决议，民进党的51个立委嘛拢改等无同意。尾啊，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拢总无过，总统府表示遗憾，也讲会继续提名。南委协会办的投票进程表态拒绝废止大法官，立法院只是进行7位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投票，有诉法院长被提名人郑文晶，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因为7位大法官人选，高纳被质疑因为废止立场政治色彩鲜明，国民党团决定未全面封杀。刘静怡同意。民众党团是团进团出，今日同意通过1位大法官人选。台湾大学国家法庭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刘静怡，原因是刘静怡超出党派，表态国会改革涉嫌有问题。刘静怡不同意。不过，民进党团出招反制51位立委，全部对刘静怡投无同意票。总调瓜建明表示，刘静怡一路骂民进党，已经向总统清调说明党团自主的立场。在审查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大骂。甚至羞辱王一川，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投票给刘静怡，这个是不是自己就自杀就好了？只要不是向民进党效忠，只要不是向赖清德效忠，这就是下场。113个立委全部投票，开票结果出来，7个大法官提名人无任何一个人得到过半同意票数。国民党团表示，朝向展现对总统大清的无信任投票。张文珍同意票51票，不同意票62票，无效票0票。姚立明同意票51票，不同意票62票，无效票0票。在傅昆萁总召、柯建铭总召、黄国昌总召，朝野一致同心协力之下，把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7名大法官人选全数封杀。郑文晶无限做法院长了伫面册写，亲身参加台湾宪政过程，倍感荣幸。另外，朴立兄封杀刘静怡表示继续做家己，后来其实表达遗憾。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不过表示无法度维持司法院甲宪法法庭正常运作。赖总统有特别诚挚的感谢这7位被提名人，在近4个月以来，他们辛苦的付出，还有他们愿意承担。赖总统将会在接续进行补提名的作业。针对宪法诉讼法修法已经3度通过，明定参加宪法判决大法官最低人数10人，选举为宪大法官最低人数9人。目前大法官仅存8人，依然爱补足。总统府表示，罗总统会搁进行补提名竞选。记者综合报道。统计到这个拜一，宪法法庭即马有447个案也未结案，不过大法官被提名人昨昏7个拢无过，而且即马新修正通过的宪法诉讼法新规定，宪法法庭上无要有10个大法官参加才会当开庭，不过目前干那8个人数是无够的，宪法法庭看起来恐惊暂时无法度运作。大法官被提名人7个拢总逢好决，宪法诉讼法阁已经3读修正通过，就要正式上路啊！面对即马这个状况，司法院回应讲，大法官的人数无够，恐惊会无法度评议做出判决。来不及补足缺额的时候，恐怕会因为大法官人数不到10个人，而无法进行评议并做成裁判。现任的大法官干那8个，贾炳阳、李泰龙、杨惠钦、蔡宗珍、蔡彩晶、朱富美、陈中武含尤必雄，都会担维护宪政特殊的重任，对改说宪法、统一改说法律命令、政党敢要改善含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案等等，这么侪部分拢总伫因的职责的范围内。他负担的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违宪审查。宪法法院一旦被瘫痪，这个会是民主宪政国家一个重大的危机。当你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侵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获得事实的救济。
当来看一路的演变，一开始是大法官会议，敢来当审查法律规范敢无合宪，捌做的解释，包括同婚释宪含通奸的除罪化。宪法法庭出台了后，是通过个案的救济，作出死刑有条件合宪，国会集权法案多数归宪顶裁判。即马大法官的人事调伫遐，嘛有申请人烦恼讲，相关的释宪审查嘛共款会放囥伫遐。性暴力才是就是基本的人权，很多人都已经就是去告了，然后被永不起诉，这样就是超过时效。如果这个宪法法庭迟迟没有动作的话，就会变成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退路。我们是希望他尽量不要搁太久，就是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能够赶快处理，然后处理完以后就能够有很大的改变。被搁置的时间内，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补我们的证据进去。其实，伫10月底，敢若剩8个大法官了后，这段期间敢若对案件敢要受理来做出裁定。目前宪法法庭有受理的指标个案，是包括受刑人罗竹金案和前年的禁止选前公布民调案这案件。到23为止，加起来的未结件数，各有447件这么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日时温度会回升，水汽嘛减少，咱同齐看温度。今日咱台湾是吹偏东风，伫遮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滴渐雨，严过其他的所在，譬如金门、马祖拢是侪云，而且会当看到日头。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高温有21度至23度，其他的所在是24度至26度。今仔日是最近这阵啊上界稳定，感觉较舒适的温度。严过外岛共款较寒，譬如是18度至19度，金门14度至20度，马祖是冷冷啊12度至15度。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拜四东北季风阁会热力增强，北部、东北部会转凉。今仔拜五阁有大陆冷气团会落南，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变寒。拜六，这个拜六礼拜，各地头拢会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天气反寒加上即马年底啊，耶诞节也阁有一寡下年活动真济，乡亲就爱细致病毒开始咧探。因为顶礼拜咱国内有新增加6个流感死亡的案例，拢是去为着 A 型流感 H1N1。疾管署就有讲，伫即礼拜，全台湾大概有10万人因为感冒去医生看。另外，台中有学生囡仔坐游览车去毕业旅行，同班有6个囡仔拢烧为着流感。天气冷，流感病毒嘛开始创秋。台中基层诊所的医师发现讲，即马拄好是国中国小毕业旅行的大月，真侪学生拢坐游览车去佚佗，但无想到等来学校了后，有真侪人拢出现呼吸道的症头。台中市卫生局嘛证实讲，一间国小共班6个学生，因为上时出现类流感群组通报。因为毕业旅行会乘坐游览车。在游览车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一旦有同学感染了流感病毒，应该传播的速度就会很快。疾管署讲，流感的疫情这礼拜会入来到流行期，尤其目前主流病毒株 H1N1 是势头正强。顶礼拜新增加6例流感死亡病例，拢是感染到 A 型的流感病毒 H1N1。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45岁女性，本身有慢性病史，无做即季的流感疫苗，发病迄天就引起暗规线的风暴。虽然赶去急诊，嘛是因为急性的心血栓结果哦。他因为这个并发肺炎的情形，而且他也有这个甲状腺风暴，那这个引发的这个心脏衰竭。不过因为他的这个病况变化得很快，所以是在这个到急诊就医的当天就不幸的过世了。疾管署提醒讲，愈往年尾，每个餐会和跨年活动真多，为着避风险增加，按上这礼拜全台流感门急诊就医会来到10万人次。目前我们流感的一个疫情处于上升的一个趋势，那我们预计呢会在这一周呢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那我们预计会在春节前后的时候会达到流感的一个高峰。另外，疾管署和中研院合作研究证实讲，65岁以上的族群若注流感疫苗，对预防重症的保护力有7.5%这么悬，全身死亡的保护力嘛有6.6%。疾管署呼吁65岁以上的老大人、幼儿和慢性病这高风险族群，应该较紧来注流感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最近去菜市啊买菜，凊彩买就感觉落地啊空，因为进前风台来乱，即马冬瓜挂价大起。另外，亲像葱啊、大冬啊、苦瓜、卡马豆嘛拢有较贵。短期照顾叶仔菜类继续有回温。
去菜市啊，鸡舍几个单位比介绍是真侪人定定会做的代志。啊，不过今年下半年受山火、狂雷天土，这风台连续影响大环，菜市价和大家钱底啊，这种感觉。以前可能去菜市场可能几百块，现在都要1000多块，大概这种感觉。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昨菜市交货量1558吨，平均价销42块5，进货量比休市进前增加真多，显示菜价大大平稳。啊，不过平常时每公斤批发价10块到20块的冬瓜，最近价销翻倍到将近40块，12月18冬瓜价销要到1公斤77块。40冬瓜不止40，大概是多少？你现在零卖有可能都，因为我们批发就有人在批45块，啊，你散卖是至少要50。冬瓜产季是4到10月，啊，不过采收了后，因放到冬天拄到今年风台大水雨，快递涂开冬瓜和大水引起中南部瓜产受损。即马这个价销，连卖菜也讲真是无俗。爱卖50块到55块。50到55哦。听讲即马是历史新高是哦。对。除了冬瓜以外，北农行情有经报告显示，葱啊、大东啊、姜啊、柚啊、苦瓜、甘豆等等，当日平均价销拢关出去年同月真多。番茄怎么说？太贵啊！原本20-30块吧，那现在有的都好一点。你看那个那么丑的就80几块，好一点的话都100多块。葱啊，每公斤平均价销783块3，去年同月是124块9，差658块4，相当5倍多。啊，不过北农资料也指出，24交易市况平稳，各种菜色的价销是落座起少，因为交货结果的关系，平均价销有点起。地期小菜有几啊款，等到每公斤10几块、70几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交通部高公局就有讲，伫新正年头初2的时，路南的车会较侪，因为初4是上北的车较侪。另外伫初3，不管是上北也是路南，拢有可能会塞车，所以提醒乡亲会当先做拍算。另外，台铁、高铁伫1月23到2月初3拢有加车班，伫12月26就是下暗半暝啊返点，会当开始买过年期间的车票。搁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了。根据行政院公布的行事历，过年连假自新历1月25开始至2月初2连假办9日。为着要加强疏运，交通部高公局有鼓路南方向民众以回乡团圆甲旅游为主，新正初1至初3车会上侪，因若上北车上侪的时间会集中伫咧初3至初5。嘛，因为连假伫咧过年的前3天就开始放，高公局有鼓路南车阵的分线较袂塌，是针对上北的车阵公布高承载管制措施。是国1、国3的北向的高承载是在初3跟初4这2天，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就是最尖峰的时段。那路段的话，是国1的北向下营系统到头份，跟国3北向的关田系统到竹南。但是国5北向的部分，这次是从初2到初5，也就是1月30号到2月2号。那每天的也一样，也是下午的1点到6点之间。交通部嘛呼吁民众，若是拍算伫新正初3至初5要塞车上北，建议南部的民众透早9点进前就要出门；若是中部的民众是建议中昼12点进前出门，嘛会使尽量利用台61做高速公路的代替道路，避免塞车。北上的高承载包含初3跟初4哈，这个是交通量比较特别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搭配的暂停收费措施的话，就是初1到初5哈，并不是整个连假哈。最主要我们是考虑哈前面的话的这个南下的部分，或者整个国道交通状况是还不错的。高公局嘛鼓励民众通加运用大众运输，高铁和台铁拢有规划疏运措施。高铁自1月23至2月初3有加开368班列车，因为台铁是加开302班火车。民众若是要订车票，高铁是自12月260点开始卖，因为台铁是12月26至28，分东西路线开放予民众订票。记者卢尚祖、郑俊由台北报道。今年4月初3的时，花莲大地震，苏东市有一对新加坡的翁仔某，那亲像是掉伫沙卡当步道，甲打拢还未找着人。家属即马是要求地检署甲法院申请宣告死亡，也毋过因心肝内原来是希望会当赶紧找着人。
今年4月23日，观光巴士伫沙卡当站落车，这是澳洲节新加坡红帽最后身影。花莲控诉03大地震，迄时阵2人疑似受困伫报道，7年到即马，家属进前由地检署协助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核准。本署检察官综合各项事证后，依照灾害防救法第62条规定，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获准。不过家属依然无放弃，希望未来应继续找找。那目前太管处还是在管制中，没办法进入，然后那我们只能等国家公园管理处这边进行复建的时候，我们会全力在配合搜救。新加坡红帽失踪的沙卡当报道是控诉03强烈地震当中受创严重的区域之一，而且地震过后，还有地震尾大水河甲风台等地处灾害。太管处开会，复原时间有估伫民国120年。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像沙卡当跟燕子口，大概就是规划到120年。那沙卡当它生态非常的敏感，它其实需要大自然慢慢恢复。那燕子口是因为它可能要做的防护工程的规模会比较大，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花莲强烈地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其中沙卡当报道，罹难人数上济，包含新加坡红帽在内，有8人不幸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111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新发现罹癌的人数有13万人，这是比前一年增加8500多人。国健署对明年开始要放令肺癌、大肠癌、肠癌、子宫头癌这癌症体检的年会，另外嘛包括 HPV 的检测服务，拢是希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来看自由时报，今年全世界全球股市大起大落，但个咱的劳动基金投资的成绩真好，赚的钱是继续创下新高。前10个月投资赚9391亿，比去年规年是增加要2200亿。因为11月份投资也佫有继续在赚，今年的收益有可能会赚超过1兆，会佫再创下史上上悬。来看中国时报，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城案，传出台北地检署伫上紧今仔日就起诉，也毋过说发生案外案。这是北检伫顶礼拜5以证人的身份传民众党台北市机关，但又先去应讯，传出伊有挂录影功能的 Meta 诋毁北检，即嘛是引发侦查秘密外泄的疑虑，北检已经起新的案等待调查。来关心台北市树林分局的南雅派出所受理民众报案，讲互骗徒以假投资骗去损失1600万。警方是爱被害人惊要交钱，昨暗约车抢见面，有掠到3个人。警方于现场埋伏守候，发现可疑自小客车在场监控在被害人与车手碰面后，该车辆便先行驶。会有本所巡逻车尾随该车并于中山北中正路口拦查该车辆。拦查期间另有一名应有外送员骑乘机车协助警方将驾驶脱离车辆。警方是爱被害人惊真正中价，昨暗约车厂见面，讲要亲身交300万去投资。警方是秘伫边警民合作，有掠到3个诈骗集团的成员。专案即马已经送检方侦办，希望扩大侦办，找出幕后规个诈骗集团。诈骗有影真侥幸，诈骗百款。外国人即马以员工的名义来到咱台湾，也毋过实际上咧做诈骗的案例是愈来愈多。根据统计，今年1月份至8月份，就761个外国人来台湾涉嫌做诈骗。中华警方有掠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车手，嘛伫身上查到24万，已经甲伊移送法办。中华鹿港的警方接到报案，赶去现场，因确认诈骗车手已经收被害人的现金了后，随出手掠人。好，来，不好意思，手机。马来西亚人是不是？警方查到手机甲假做理财专员的工作证，被害人予伊的24万现金也互当场查扣。警察随去被害负责人的厝内底，伊也毋知家己已经互骗。你刚是有交钱给一个男生，那个是诈骗集团的。
警方查出马来西亚籍姓陈嫌犯先伫面册印车手的头路，再用观光的名义来台湾。19号警方抓到，伊也是园林警察12月抓到第2名马来西亚车手。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8月外籍人士犯案，敢若是早起就超过2成，有761个人，上侪是香港、马来西亚排第2，这几年阁有增加的趋势。以储值股票投资为由，与被害人相约进行面交，并由假投资专员持工作证与被害人面交取款。另外，河美这个诈骗车手也是甲姓詹的被害人约要见面交钱，互抓到。警方表示，负责人12月开始，因为互网络股票假投资骗去，已经陆续互3摆钱，计共140万。诈骗集团阁销售共拐第4届，陆续面交3次。共遭诈骗新台币140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再次联系被害女子约定于日前加码投资新台币100万元。警方甲车手较早起洗钱，防制法定罪嫌3班，也提醒民众爱设置面册字也式的投资广告，也莫乌白装投资 App 操作，较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洛西亚有一只货船伫地中海爆炸沉去。洛西亚的外交部是表示，船顶有16个船员，有14个人获救起来，即马有2个人失踪。被救起来船员身躯包毯已经安全到西班牙港口卡塔赫纳，因进前伫所属的瑞士货船大雄珠临近时爆炸，迄时阵包含西班牙海军舰艇在内真1只船，赶去现场协助救人。根据西班牙海上救援服务，因是第23收到大雄珠发出求信号，迄时阵严重向正平处，船头伫水中位置比平常时更加济。Итак, господа, спешу сообщить вам, 23 декабря 2024 года Валкер с нечитаемым названием покинут экипажем в Средиземном море, недалеко от пролива Гибралтар. Покинут экипажем на шлюпке, которую спасает вот тот пароход. 根据罗西亚外交部，大雄珠因进行3关键爆炸要来调查，爆炸了后，一只罗西亚军舰也赶去救援。大雄珠是美国制裁货船，根据罗西亚国际传真社报道，12天前离开圣彼得堡港口。船主表示，大雄珠迄时阵要向罗西亚远东地区的海参崴驶，为海参崴港口运送2台高重量280吨的吊车。不过国际媒体无法度确认这讲的话无得到的真实性。大雄珠即摆有难。甲另外一只被制裁罗西亚船只斯巴达号伫港街海峡，今礼拜2只船被人看到伫护送之下经过英吉利海峡。第3，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 HUR 通报，斯巴达伫葡萄牙外海发生故障，不过已经排除。大雄珠官名斯巴达3号，所以外界不清楚乌克兰所讲的是倒一只船。阿塞德政权崩盘了后，这个月进前 HUR 报告斯巴达驶去罗西亚伫叙利亚海岸土托斯海军基地，将军事装备为叙利亚运走。根据克里姆林宫一官员的讲法，罗西亚咧甲叙利亚新领袖就2项军事设施伫外交甲军事层面展开接触。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美国国会最近有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有一条针对中国无人机的部分。未来若是发现中国制造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就禁止因伫美国卖无人机。严格的论证来讲，美国的农民即马野肥咧用的无人机，其实大部分拢是中国做的。那假是禁止对农民的影响真大。农民将一段桶的肥料倒入一部无人机内底，再用遥控器操作起飞，肥料倒也伫一大片的农田内底。因为美国生产的无人机大部分是商业用途，所以农业用的无人机差不多拢是中国制造。除了川普要上任，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关税手段以外，有愈来愈侪美国人较介意中国这无人机，互美国政界烦恼中国无人机可能会造成间谍甲商业威胁。最近，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当中，都包含一项条款，若审查发现大疆创新甲道通智能这2间中国的无人机制造公司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就禁止因伫美国卖新型的无人机。Chinese manufactured drones are a real and presen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is country. We ought to stop using them. Use American drones instead.
非营利组织国际无人系统组织跳出来反对这项禁令，表示应该投资美国无人机制造业，让美国竞争力赶上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另外，这法案的通过也让农民心情是真复杂，因为一台也未用的无人机的价销是$35,000，差不多代表114万；传统地面也未的机器价销是爱$150,000，差不多代表820万。If they're going to make a law that affects farming, they better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y might be crippling our farm economy. 美国无人机制造商讲，这禁令只限制美国，中国的无人机也是卖到世界各地其他所在。不过，中美贸易关系恶化，可能损害靠中国供应零件美国无人机公司。中国驻美大使馆是表示，反对美国将贸易政治化。公司新闻新竹背评语。流亡超过一家子89岁达赖喇嘛，佮答也是西藏的精神领袖。我家是真关心伊的健康。达赖最近表示，伊有望着讲，伊家己会当食到101岁。因若接班人的问题，伫明年就有答案。第14岁达赖喇嘛6月动脚头尾的手术，休3个月了，9月佫开始伫达兰萨拉的徛家，恢复1礼拜3天，接见各地信众的活动。每一天大概有300万人伫遐遮排队。等要接受尊者的祝福，路透社记者伫2站嘛排伫队伍内底，趁机会来问一个全世界拢真关心的问题。According to my dream, I may live 110 years. Okay. How are your knees, Eunice? Just improving. Not much serious. 已经89岁的达赖喇嘛，伫2个出家众的扶持之下，慢慢行，要上楼台嘛无问题。若要去较远的所在，就是坐山丘车代步。但係伫1959年，带数万的铁北人按铁北流亡，伫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铁北的流亡政府。外界忧心达赖完之后，北京政府会哪处理第11世班禅喇嘛同款，插手来处理达赖的接班人，对着敢会转世甲伫倒转世问题。但係伫2011年捌伫咧公开演讲内底讲，90岁了后，伊会含高僧大德参详了后，用书面记载留落来。I mean, just to think of it and talk of it for Tibetans, it will bring tears to our eyes. It's so difficult. Without His Holiness, the struggle of Tibet, I don't know where it will go. But then I put my hope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he had built in 60 years. From nothing to this level,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nd 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 杜马处理特抗进一步指出，流亡政府有意继续执行政务的系统，但係不只是接班人的工作，会交设置税数所列是达赖喇嘛简单普奖基金会负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有一个也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去台北市一间麦当劳做线工做工读生，说互伊的迄个所在迄个分店的主管性侵害，时间有1年遮尔久，尾安尼，即个囡仔心肝头捂住，行底路想袂开。囡仔妈妈真伤心，要求加害者和麦当劳爱回息的爱赔偿。伊若针对工课场有性骚扰防治义务，台北市劳动局嘛要求麦当劳12月27进前爱做出回应。他会公道了，你换不回他。未成年查某囡仔的老母，想着查某囝去麦当劳做线工，选哪像主管侵害妨害性处置，代志发生了，佫惊处理忧心，一个人承受压力，若得到忧郁症，佫来自尽，或是大丧10岁阿母真痛心。妹妹只要下班的时候，就把她拉到没有监视器的地方，那个死角，就对她性侵。妹妹为了怕说这次如果拒绝没有工作，所以也不怎么敢反抗。受害死者家属希望加害者和麦当劳将会当出面系实的甲精神赔偿。那受害查某囡仔进前捌做伙嘅同事讲，捌看见查某囡仔和主管按仓库行出来，迄阵查某囡仔表情怪怪，甲问了后才知影事发的经过。他又在做一样的事情，而且他很不开心，很不悦，他连带又不甘，他有被一直碰东碰西。代志发生了，麦当劳对外回应讲，今年3月接到离职员工申诉性骚扰，确定性骚扰案成立了，因为对这场霸凌无吞忍，5月就来解雇被申诉的当事人，向家属表示上沉重的哀悼甲慰问。同时阵对外公布事件的处理过程，受害者女今年3月初3向司法机关报案性侵。
同一个日25向餐厅经理反映性骚扰，餐厅经理即时汇报人资部门。第二天，麦当娜做调查小组4月初9做调查访谈会议，5月初1完成调查报告，才通报劳动部。8月9日会后，士林地检署提供资料。有关员工遭主管妨碍性职责案件，士林分局受理后即积极侦办，并今年5月移送士林地检署。士林地检署发新闻稿讲，5月下旬，警方移送本案，由当时的妇幼专组检察官依法侦办，已经分别开庭讯问双方，专案各力积极侦办，雇主这场性骚扰防治义务，劳动局限12月27进行回复。遇到的问题就是要能够及时的求助，遭遇类似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能够立即的向哪些的专业单位来求援。代志发生了后，查某囡仔老母伫社群平台向查某囝疼心讲话，讲等你转来刷等着你的尸体，互人心规个焦喙去，干来望司法会当还查某囝你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顶悬，真侪人会去买减肥药啊，也毋过爱细致，因为有伫内底验出毒品。这是中华伫今年针对减肥也有纵容的产品，落去抽验。伫网络买31项产品，发现有超过一半拢无合格，大部分是伫内底验出西药，甚至有的是有验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伫网站拍关键字，虽出现侪减肥的相关产品，有的强调效果好，无副作用；有的阁做成果水的汤啊，成人目。如果有看到那个美白或瘦身的，会比较吸引我，因为他们有时候就会广告说的很有效果，这样子我就会想要点进去看看这样。我会先看一下那个网站的来源，有可能是什么大陆那边的资讯的话，我就不会特别去点开。根据食药署的统计，伫网络违法卖药啊、以减肥药啊、甲纵容药上济。中华关卫生局今年启动监控专案，针对网络咧卖的这2种保健食品，落去检验，发现31项食品内底有16项验出西药的成分，超过一半无合格，甚至伫减肥药啊验出2级毒品，安非他命。减肥药检出了第1名，我们是检出的就是 sibutramine， 这种 sibutramine 成分呢，严重可能会造成咱肝脏衰竭一个风险。阮这边呢，它特别有验出一件是2级毒品，就是咱的安非他命，有可能会产生暴力的行为，佫会成瘾吼。卫生局表示，过去监控违法套滥药的案件大概是3-4成，不过今年数量明显增加，违法的检出率有52%。即便查到违法的案件，会依照药事法甲刑法侦办。卫生局嘛提醒民众，伫网络买保健食品，一定爱甲有食品业者登录的厂商买，才袂去买到假药啊，了钱个伤身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拍电动卖当做国手，电竞是愈来愈受欢迎。即马真侪国家拢有注重在培养选手，亲像韩国，因的选手若是伫国际比赛摕到金牌，就毋免做兵。要若翻头来看咱台湾，拢无人才培育计划。体育署即马是打算要推出培养计划，透过国际赛成绩来带动产业发展。会使讲是职业电竞选手发源地的南韩，那选手伫奥运也是亚运摕金牌，为国内拼公营，就会当免拄1年半到2年的兵役。去年亚运电竞英雄联盟，南韩打败台湾队摕到金牌，6个参赛成员拢免拄兵役。不过，当来看台湾对选手的保障有限。高中3年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开始打职业赛，所以呢，相对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止没有时间跟你当兵，他也没有时间跟你念大学。要寻求未来有发展潜力的少年电竞选手，施文彬讲，兵役是其中一个阻碍。学者讲，国校发展电竞的第1届毕业生，其实伫明年hiệu早才会产生。学校内面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第2专长，包括后勤、裁判和直播等等。毕竟英雄也是名气，永远干那1、2个尔。虽然他一个明星在上面，但是底下的后勤单位其实是很庞大的，所以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尽量训练他们在后勤这部分的能力。电竞产业的含金量真悬，但是人才是创外力的危机。体育署讲，按算先对职业战队的上好人才开始来推出类黄金计划。类似像类黄金计划的概念，去协助这些战队，不管是从情收的部分，从教练的训练，他们的这些的培训、出国比赛等等，去给予一些
协助。体育署希望培养上厉害的好手，间接透过国际赛成绩来带动产业界的发展。叶正书是回应讲，照现有的法规，去年亚运摕银牌的电竞选手，拢会使申请补充兵的资格，对在学方面会当办反正上悬到33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提醒乡亲，对明年元旦开始，旅馆饭店就袂使阁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个人卫生用品，亲像器皿也是细条器具这款的。因为环境部即嘛禁止提供小包装、细包的清洁用品，希望会当达成减碳的目标。备品自己带，减速没负担。出门旅游，真侪民众会惯使用饭店提供的一届性的用品，但是为明年1月1开始，环境部甲明年定做旅宿业检索元年，规定旅宿业者袂使主动提供螺、器皿啊、器具、喙手扣啊、甲噗、浴帽啊等等6项个人卫生用品，鼓励民众家己扎。也不要求大家必须要携带所有的瓶瓶罐罐，而是说，当你自己没有自备的时候，你可以再跟他们要。那我们也希望旅宿业者呢，也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额外可以收钱的一个东西。最重要是增加不必要浪费的资源，这个是我们最主要一个目的。环境部也要求旅宿业者袂使提供180毫升以下小包装的洗头毛巾、润发精、地裤精、溶液，规定要改提供大包装的互民众使用。另外，也望业者减少使用一届性的塑胶干仔水。业者会当申请补助措施，若达成塑胶干仔水减量目标，就有3万块的补助。因为这些瓶装水可能用完一次就丢掉，那非常的可惜。如果我们是用个可充填式的哈，那譬如说现在有业者呢，他们就是改用玻璃瓶装水，好，那另外就说也可以去设置这种备水壶或者是饮水机，好，那大家就是不用用完一次就丢。那在初期我们也提供我们这个业者的一个补助的方式。环境部表示，若有旅宿业者违反规定，互人发现主动提供个人卫生用品，也是搁咧提供小包装的用品，会使罚款1200到6000块。若是经过要求搁无改善，会使搁再开罚。环境部估计新的政策，一年通减少使用4.6亿个小包装的旅宿用品，减碳2500公吨。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今年底要结束啊！提醒16岁至24岁的少年家，也未使用文化币的卡手爱紧，若无清1箍就了去啊！因为到年底文化币就过期啊！也来明年开始，文化部要扩大举办文化币年会，予13岁至15岁学生囡仔嘛通领。册店头家洪派伫当咧整理册柜，伊原本是出版社的编辑，后来因为对台湾文学、台语文书写真有热情，开始经营册店。头家讲，伊观察落来发现，其实有真侪学生想要学台语，会专工摕文化币来买台文册。啊，有诶，因若是有兴趣，因就是会买，像讲顺聪老师，就是陈顺聪诶台语好日子。啊嘛是真适合讲，就是讲推广着，即个少年家来到看到熟悉讲台语的推送。文化部表示，2024年拢总有提供150万个16岁至22岁少年家通使用文化币，目前已经有126万多人去领文化币。根据统计，伫咧结文产业的消费超过13亿，其中少年家使用文化币上侪的所在，第一名是册店买册，占48%；第二是去看表演，也是美食刀拖等等，占10%；第三是去看展览、做手工艺品，占17%。我领了文化币，然后我去成品买了大概3-4本书吧，就是刚好可以去看最近有什么书我想要读的。买了一些小的那种嘎吉碟啊，很可爱，然后去送给一些国外的朋友。文化部嘛提起符合资格少年朋友，2024年文化币使用期限，干那到年底12月31日。另外，伫明年开始，除了会继续发1200点的文化币，予16岁至22岁少年朋友使用。文化部嘛会推出试办，扩大补助资格，予13岁至15岁高中生有600点的文化币通用。希望予少年囡仔对高中开始就开始支持台湾创作、亲近结文。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镜头来去花莲倒客山区最近就发现乌熊出现，也毋过有人就好现在问讲，为虾米这熊毋免灭冬？林保署即马表示，其实台湾乌熊无咧困冬的，即阵乌熊伊当地向海拔较低所在咧潜耍，所以嘛提醒乡亲，总共有看到，毋通去甲交叉。
伫花莲倒回乡有一位农友，20伫咧清水溪顶楼工作时阵，突然间发现河床顶有一只大只乌蠅伫咧找食的，伊赶紧摕手机啊录起来，通报林波市花莲分署。目前的位置是在清水产业道路要往脑寮的路线。看到台湾黑熊在西床，也是蛮大只的。因为真侪人拢认为乌蠅会冬眠，这个时阵蠅出来，是不是代表山区菜地发生什么情形？不过林博士讲，台湾的天气无亲像西伯利亚或者是俄罗斯东部这么冷，所以当天伫山区看到台湾乌蠅真正常。台湾黑熊在台湾事实上是没有明显的冬眠的行为。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局限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活动。往年的经验显示，它经常会在中海拔、青冈栎植物比较多的地方，在那边活动。林博士讲，台湾乌蠅当天会刷到中低海拔的区域，民众若是拄到，爱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干扰。若是发现蠅正挖滚自路，甚至是走去工寮内底，为了要避免发生人甲蠅的冲突，爱赶紧通报林波市花莲分署。记者综合报道。寒天送爱关心家己大嘅时段，这是华山基金会和新竹嘅企业因合作，有传1000领柚啊，要送予这嘅老大人，互因伫过年前有新衫通穿。摕到全新的外套，时代连咪甲新衫穿起来，大家唔但感觉身躯变烧热，心肝内嘛感受到温暖。喂，足寒的迄冷啊！这冷感啊嘛。那现在有这一件，我就常常穿这一件了，就很暖了。那今天这样有开心吗？有，很开心。这几天天气真寒，真侪时代身躯拢被砍跌。长期服务独居时代的华山基金会，甲在地企业合作，特别穿1000领的寒天外套，送予独居时代，也互因伫过年有新衫通穿。这次主要总共捐赠的是1000件的保暖外套。对，那我们全新竹区服务的长辈呢，就是一个人就会发放1件。这么冷的冬天，我们也常听说有一些独居老人们。在山上，尤其是在新竹县市山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他们很需要衣服。那也听过很多老人们，他大概30-40年都没有穿过新的衣服哦。那总裁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所以就是跟这一次华山呢，就是响应了这一次的寒冬送暖。囡仔穿新衫会欢头喜面，老人囡仔穿。每一个时代穿着新外套，也拢笑眯眯，充满幸福的笑容。华山基金会指出，寒天对独居时代健康来讲特别危险，也呼吁社会大众会当做伙关心，守护身躯边的时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唔知乡亲偌久无写批寄卡片啊！今年呢，高雄有邮局和里办公室合作，邀请里边去邮局寄批、寄卡片、加耶诞节，也有新年祝福寄予亲戚朋友。民众欢欢喜喜甲圣诞卡片投入去批筒内底，大家拢真久无家己亲手写卡片咯。因为手机不只方便，真侪人过年过节定定用大图来表达祝福，所以高雄市丰如里的里长甲中都邮局合作，邀请民众到邮便局做伙重新体验这种写卡片送祝福的温暖。你写卡片写什么啦？我写女儿、写孙啊、写朋友。因为现在期待用赖啊、贴长辈图啊，资讯比较发达，像当有这个机会用咱家己用亲自用鉛筆写卡片寄予家己的好朋友也是厝内的人，这个圣诞节的活动可有添加很多的温馨。小小的活动，一天就成200多人来参与，也有袂晓写字的囡仔用图把因的祝福画出来。同款是手工做的礼物，高雄寿山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嘛发挥创意，用果子、菜色制作圣诞节限定的小礼物。
像是我们的苏卡达象龟，我们利用那个仙人掌，我们把它修剪成圣诞树的形状，那点缀番茄。那此外，像是我们的马来猴，我们也利用草莓来做成酸甜的小雪人。动物园利用废弃的茶做鸡啊，再个把各种食米铺起去，甲做成圣诞树。废弃的水塔铺球，内底阁有藏食米，互园区的动物嘛体验无共款的食食，增加过节的气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也那这2日大耶诞老人上届无闲，芬兰的耶诞老人是去巴西分礼物，佮有炸一寡食面去非洲的国家，送互散车摇不到的囡仔，佮陪因踢骹球。伫英格兰有一寡中国的运动用品，因是伫放伫网络顶悬用俗价来义卖，卖刷了后赚的钱，要帮助弱势囡仔。圣诞老人准备要出发啦！真侪人斗相共甲大包小包的礼物搬去哩洗车，佮甲鲁道夫这几只顺路牵出，大家祝福欢送，要甲快乐甲平安送到全世界。I think it's impossible to be good and nice all the time, and if you can be quite good almost all the time, don't worry about the gifts. 伫巴西，圣诞老人伫咧亚马逊做花上大支流河河分礼物互樱花城区的囡仔。这条河加索里蒙河，因为靠花水位降到历史新高。负责办相关活动的团体圣诞老人之友，只个伫咧卡塔洛社区办，无法度像以前几落的所在办。Crianças, mamãe, papai, vovó, todo mundo feliz com essa。伫咧光谷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社区布辛巴。无家可归的囡仔甲家庭，摕到圣诞老人本的饮料，也有小的食物，感受节庆的气氛。这是青年协会组织领袖志工办的活动，伫这个节日支援无家可归的人。Leo ni siku ya Noeli, ni mwezi ya Noeli。这是一个分享的季节，伫英格兰，因为有真侪人愿意开钱买别人用袂着的球衫、短裤、运动鞋这款装备，会当帮助一寡弱势查某囡仔。伫英国，每年有超过30万吨的这款物资被弹杀。即马有慈善团体该收集起来了，佮提出来卖到4万英镑，差不多代表164万。They donated kit. Some of it was signed, but it was the minute that kit went on the website, it sold in a second. 伫美国这个时阵，真侪人是要坐飞机登去加州的人团圆。伫休斯顿乔治布希洲际机场有2只黄金腊狗，有人看咧伫咧四界散步，那想要会当甲因梳头摸摸咧。Bring the dogs to spread joy and happiness to all the passenger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when it's so stressful flying. 圣诞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只要心内有爱，大家拢会当是圣诞老人。当然，狗也同款。公司新闻吴文宁编辑。当在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17度至25度。外岛12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